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中史老師陳老師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非常之有趣嘅書《我的大唐日誌》漫畫12種唐朝生活。呢本書不但讓我看得津津有味，亦都讓我重新認識咗唐朝人嘅日常生活。比起我哋喺課堂上學到嘅嗰啲王朝更替、政治政局，呢本書更加貼近生活，亦都貼近人心。書中用漫畫嘅形式介紹咗12種不同嘅唐朝生活方式，好似大唐人嘅飲食、時尚、美妝、娛樂，甚至仲有減肥方法啦！你冇聽錯啊，唐朝人都會減肥㗎。其中我最中意嘅故事係關於唐朝人怎樣打扮自己。你知唔知啊？原來當時時尚嘅潮流就係畫上月牙形嘅眉毛，臉上貼上一啲好似貼紙一樣嘅裝飾，亦都流行塗上一啲好深色嘅口紅，即係唇膏啊！呢啲妝容係今日望起嚟就好似會俾你諗到、聯想到 cosplay， 但係當時呢個係最 in 嘅時尚潮流。仲有一篇講到咧，當時嘅人怎樣娛樂自己，猜謎語、聽講書，仲有類似桌上遊戲嘅博戲。你可能以為手機遊戲係現代獨有嘅娛樂，其實唐朝人都好懂得生活情趣㗎，只係佢哋沒有熒幕，而係用智慧同埋創意去打發時間。仲有一樣更有趣㗎，喺當時嘅首都長安大街上，有啲商家甚至會幫客人去送餐到付，簡直就係唐朝版嘅 Foodpanda 美團。講到呢度，我都忍唔住笑咗出嚟，亦都令我驚嚇。原來我哋以為嘅現代生活，早在1000幾年前已經出現咗雛形。歷史唔單止只有帝王將相，亦都同我哋一樣，會有愛漂亮、愛食、愛玩嘅普通人。佢亦都提醒咗我哋，歷史從來唔單止係課本上嘅年代表，更是人與生活嘅故事。喺我哋學校嘅圖書館入邊就有㗎啦。呢本書嘅名我再講多一次哈，《我的大唐日誌》漫畫12種唐朝生活。或者你都會發覺，原來學歷史其實好有趣㗎。多謝大家，我係你哋嘅中史老師陳老師。